快活英雄，佢細細隻。好啦，快活英雄，喂轉過嚟，你12話得，佢都可以得㗎，西王咪冧埋佢㗎。有冧，佢好分喎。好分嘅呢隻梗係要冧啦。呢隻係最多個軍飛嘅版本。我又想問，快活英雄好啲定金牌活定好啲咧？我會揀呢隻多啲喎，前一次唔係假㗎嘛，佢彈得我新指數。因為金牌活力係輸咗2場啊。係。田泰安自己都輸過1場。馬生啊，仲喺馬場裏邊嘅話，上次田草賽前呢，隻快活英雄咧，經已試好咗谷閘㗎啦。咁呢匹馬跟前呢，一鬆咧應該可以衝贏喎，擺下 win pay 咁啦 ，Q 就1搭9啊。OK， 臨場揀咗9號啦，4隻 Capitalist 嘅仔，1號、3號、7號、9號買咗3隻。OK， 另外拖埋12號啦，大熱門而家狀態都好似好好嘅，但係初跑快活谷，所以始終都有隱憂。OK， 咁4穿6再加19正 Q 位置 Q。OK， 一陣間睇下點跑。今晚第9場賽事，OK， 哇，跑1200米嘅。繼續落飛，12號唔使理，1號、9號、9號褪。3.3倍獨贏包裝名將。哇！1號個 win 落到3.5，9號買咗 win pay， 褪到14倍。OK， 但係1號好穩啊，好似有個樣。OK， 177嘅時候快閘嘅馬咧，冚天鐵翼中間快活英雄都快啊！咁啊見到內欄啦，藍包間衫啊包裝。9號今日好似冇難冇命咁樣，一搶咗出嚟。OK， 好帶住頭先。第6位嘅馬咧仲有自滿同行啊。後邊咦7號就冇嘅喎，呢隻 Capitalist。12號喺第3 ，OK， 1號喺後邊，伏住喺5、6位。好，一陣間再睇直路。知唔知啊？金牌活力就向佢外邊追佢噶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包裝。OK， 6號帶咗頭。哇，冇7㗎。最後100零米，快活好啦。英雄都好大隻㗎，咁拋甩咗個零身位到啦。1號喺後邊上緊。9號1號。接近終點，快活英雄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啊嘛，自滿同行外邊追咗上嚟。好啦，9號就贏咗㗎啦，快活英雄。真係有7，真係。跑第2名後上3隻 Capitalist 啊 ，OK， 同負3隻3重彩。9號翻嚟爆半亞本贏喎，14倍啊！咁就超值㗎喎呢隻。OK， 翻嚟好靚啊！快活英雄 OK， 真係好難追啊！好大隻 Capitalist 啲仔。其實落飛好多嘅，仲有14倍多謝啊！真係。5到啊！第4、5名啊！4、5名就近啲咯。跑第1名咧，9號馬嘅快活英雄嘅導贏跑141 91位置 Win Pay Q 位置 Q。1號馬嘅自滿同行位置係派13個半，跑第3名係7號馬嘅金牌活力位置係派58。哇！呢條3重彩同負3重彩1萬蚊啊！OK，thank you。